唱歌一世修，一世成，标记一生情，一生还。一世修，一世成，标记一生情，一生还。好，可以。今天是心经一遍，还有热过经3遍 ，OK。好，那9点到了嘛，哈，那我们就开始，都有听到哈。好，点人师，各位浅浅，大家晚安。今天有写心经。阿弥陀佛，自在观自在菩萨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道尽应空，复千苦厄。那立之色即空，空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舍利子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是复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香味触法。网络不顺了，被弹出来了。有这个资源都要珍惜啊，得来不易啊。网络不顺就没有办法看了听了。为什么会网络不顺呢？可能要重开，关掉重开啊，不容易啊。要重新连上线，重新连上网。齐鲁岭3地莲花印证考山胜，落在中原3星地。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说元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兵，云雷震开雾即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，亲在人天中华母，9年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垂玉线，说元显化在古东，南北2极连中续，本源古册在中央，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河童，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斗今年去超生，是得西南白羊子，香儿点铁化成金，每日自心常持念，3灾8难来击，要想成佛起来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，老母降下跟天坐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多喜，
列先下天宫，各方皇来对号，报事灵统查得清。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草救众生。来救世。啊，网络不顺又被弹出来了，怎么会网络这么不顺呢？啊，得来不易啊，要爱惜资源呢。再重新连线，有网络资源就要珍惜啊。网络不顺要被弹出来了，那重新连线了。肃清。哎呀，中断呢。网络不顺。这里南部啊，念的是搭救猿人相和你，我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各驾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阳弥勒尊。吾皇敕令记下身，说服兰陵归正宗。王诏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。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。只念一遍神通大，十念便得超生。十念三变神鬼，黄梁邪魔化为尘。修持劫内行路径，念取真言归佛令。南无天云太保阿弥陀佛。一颗、三颗、四颗、五颗、六颗、七颗、八颗、九颗、10颗手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2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。啊，又弹出来了。你看网络不顺啊，第3次了啊，然后又被弹出来了。真不容易啊！爱惜资源啊，爱惜资源，有网络资源都要珍惜。重新连线了，显示已经连接了。那连线速度每秒才14 MB，跟那个平常的72 MB差太多了。可能太多人在上网了，网络不顺了，用 WiFi 了。重新连了啊！重新连了。得来不易啊，有资源就要珍惜。
么会？那重新找很久了，就是说要到那个最近的那个画面，竟然要找很久了。到底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善？有一条光棒啊，右边有一条很细的光棒啊，嗯，没有经验还不知道。重新连线。大藏经，因而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。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，持念3遍神鬼怕。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觉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。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，10叩，1叩，再1叩，3叩，4叩，5叩，6叩，7叩，8叩，9叩，10叩手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3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悲轻，灵宝齐如灵山地，莲花印证考三圣，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说缘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，云雷震开雾极图，天下神鬼不安宁，今在人天中华母，9年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垂玉显，说缘显化在古东，南北2极连中续，混元古册在中央，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河童，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翠超生，是得西来白羊子，香耳莲台化成金，每日至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，要想成佛勤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练无声，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，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草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4位菩萨救众生，紧领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，扶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华显神通，扯起罩旗遮日月，头顶森罗7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，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阳弥勒尊，无妨敕令记下身，说服蓝颜归正宗，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
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，持念3遍神鬼怕，亡两邪魔化为尘，修持觉内寻路径，炼体真言归佛令。南无普天眼太保阿弥陀佛10颗，1颗，再1颗3颗4颗5颗6颗7颗8颗9颗10颗手。来回向文，弟子尽是信你，请各报自己的姓名。奉信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回向于林荣永大德，恳叩祈求，弥勒祖师，南海古佛，济公活佛，月会菩萨慈悲做主，愿林荣永大德，往生弥勒净土，回归老母怀抱。网络不顺利又弹出来了。愿是弥勒净土中花开便见池尊容，积德不退无上道，在水菩萨下言福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感恩啊，感谢父亲的慈悲，感恩各位点传师慈悲，感恩各位点传师、各位领任、各位副领任、各位组长、各位坛主、各位讲师、各位前贤们，大家晚安。